主后2025年2月16日，三日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第7章11到18节。所罗门完成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工程，以顺利完成心内所计划一切的建筑。暝时，上主对所罗门显现，对伊讲：我有听到你的祈祷，嘛经即所在做向我献祭的圣殿。我若甲天关捌无落雨，也是命令草莓食农作物，也是降瘟疫伫我子民的中间，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耳孔要听，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现在我已经即个殿，甲伊分别做圣，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我的目睭，我的心嘛要永远伫遮。你伫我面前会行做，若亲像你的老爸大笔，遵趁我的诫命，接守我的规例甲命令，我就要坚固你的王位，照我甲你的老爸大笔所立的约讲，你的后代会永远统治以色列。弟兄姊大家平安。大多数的人拢爱闹热，也爱看闹热，所以香火旺的庙仔会互掠做是神明较灵圣，较爱去拜。咱也看到较有人气的市仔，也人较爱去。看到排队的店，也想讲，迄个物件稳当是会较好食，愿意甲人排队伫遐去买去食。若较有名气的艺人、歌星、演唱会，明明客人票也真歹买，毋过也有人愿意开大钱买黄牛票，也有人感觉迄也是有价值。伫西丽，咱逐年拢会当看到到伫妈祖的进香期，尤其是大家妈祖庙去新港奉天宫回乡，来回拢爱经过西丽过暝。妈祖的信徒愿意用8日的时间参与伫进香的活动，有时是下下阵阵人山人海。人真容易伫大型的聚会甲活动中受感动甲激动，而且即种的热情通常会持续真久，阁有感染力，成做个人甲集体共同的经验。我印象中差不多伫50几年前，北港妈祖庙到伫元宵节的时，会做电动花灯的展览。迄当阵风动全台，内面也有几啊厝，囡仔人爱看也惊。今仔日咱伫咧读圣经听讲道的范围是历代志下卷第7章到第8章。第7章延续顶礼拜的主题，主要是咧讲圣殿落成的典礼，伫7月的大庙节，即前后举办全民大盛况。第8章到第9章是咧讲所罗门王伊的富强。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是第7章1节到3节，上主的荣光再次充满圣殿。伫第5章11节到14节有讲，约柜安放伫圣殿内的至圣所以后，全体祭司甲利未人对圣殿出来时，上主的殿雨云充满，直到祭司袂当阁继续服侍。
伫第7章1节到3节，当所罗门伊祈祷煞，就火对天降落，将烧法祭甲所有的祭物拢烧尽。上主的荣光再次充满圣殿，所有的祭司伫迄时也袂当搁入去殿内。全体以色列人看见安尼，就趴落去敬拜，城市共款吟唱利未人所教的迄首短歌。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上主降魂甲火充满伫圣殿，互咱联想到早时以色列人伫出埃及旷野流浪的期间，上主日是用云条，暝是用火条甲因同在。上主用天火烧化祭物，也代表上主有应允听所罗门甲以色列人的祈祷。第2段是第7章4节到10节，献殿甲欢庆。因继续献祭，伫庆典的期间，总共献22000只的牛，甲12万只的羊。这个牲礼可能是做平安祭。除了祭司的保留份以外，也会当甲人民做伙分享的食物，因为量真济真大，重担消化袂去，所以也利用圣殿头前的埕中分别做成做献祭的场所。迄中间，利未人继续带敬拜，用大笔所做的乐器甲诗歌称赞上主，讲伊的慈爱续到永远。犹太人因的月历7月差不多是咱新历的9月，有犹太新年、赎罪日甲大了节。所罗门王利用即个大月，做伙庆祝圣殿的落成，承办圣殿的落成礼7日，接续才举行大了节8日的盛会。7月23解散人民，因为上主所赐的恩惠，人民的心内欢喜快乐。第3段是第7章11节到22节，上主搁再对所罗门显现。上主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记载伫历代志下卷第1章。所罗门带领人民的代表去祭奠、献祭、敬拜甲祈祷。上主对伊显现，伊向上主祈求智慧，通好领导国家甲治理人民。上主欢喜所罗门的祈祷，就连所罗门无求的钱财、富足甲尊荣，也赐予伊。伫第7章，咱看到当所罗门完成上主的圣殿甲宫廷的工程，也就是圣殿起好、王宫完成，搁再用13年的时间了后，上帝才搁一遍对所罗门王显现。上帝讲，伊有听到所罗门的祈祷甲竞选圣殿做献祭的所在。伫这一段，上帝向所罗门显现的话有3个重点。第一重点是，上帝若降灾祸予以色列，以色列人若悔改离开因的歹所行，上帝就会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出产。第二，所罗门王若学伊的老爸大卫王，遵趁上帝的诫命，上帝就会坚固伊的王位，也信守甲大卫所立的约，互大卫的子孙永远做以色列王。第三，大卫的子孙甲以色列人若弃杀上帝的诫命，搁去服侍别个神明，
上帝也会互因受掠离开甘地，佮圣殿也会受上帝弃杀，也上帝降落一切的灾祸。第四段是第8章1节到18节，则列举所罗门王其他的功绩。所罗门王用20年的时间完成起圣殿甲王宫，以外也有其他主要的事迹，包括移民入希兰王予伊的城，又攻取哈马索巴，也有设几若座坚固、搁较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战车城，也互境内无属伫以色列的迦南原住民族，互因做强制苦工，也互以色列人民做军人甲督工等。另外，为埃及王的查某囝来起宫殿，也伫固定的日期时间做期献祭，互祭司利未人照办厝职务来担当服侍的圣工。还有就是所罗门王甲希兰王合作，用以东地区的海港以顺加别甲以诺做基地，向外做海上的贸易，也得到五回的金，有15000公斤。咱对历代志下卷第7章到第8章，咱通学习到甚物？第一，咧讲到做对佮好的代志，着爱坚持有头有尾。人的本性容易头仔烧烧，尾仔冷冷，做代志5分钟的热度，好头两起尾，有头无尾。尤其互人讲闲仔话，受人攻击，拗后腿就会切心放弃，这实在是真无彩，也真可惜。历代志第7章11节，所罗门王伊完成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工程，伊顺利完成心内所计划一切的建筑。伫第8章16节，所罗门起上主圣殿的工事，对下地基迄日甲完工，拢顺利进行，安尼上主的殿就完成。所罗门用7年起圣殿，然后用13年起宫殿。要做这两项大的工程、大的建设，所需要面对的挑战、问题甲艰难的程度是非常的侪佮大。咱毋知影所罗门伊心内捌因为劣志想要逃避甲放弃半途而废无？这咱毋知，毋过咱通看到伊一心一意、有头有尾。做完这个工也是上好的，也为着以色列家甲大别家留落真完美佮好的宝贵资产。我看一个世界大工程的节目，其中有介绍新加坡樟宜机场第3航空大厦伫咧起造的过程。因克服难题是千万万，这个设计是平面的，要安怎克服伫时间的中间，会当甲雨水排掉，佮袂遐尼重，迄个采光、通风，佮有面对假使有恐怖攻击，迄个玻璃安全度等等的难题。以外，也着爱改建跑道，互全世界上大型的客运机会当起到
停放的跑道等等。落尾因完成的新航舍，成做一种建筑界新的典范，互人真赞赏。圣经加太第6章99、10甲咱讲，做好事毋通上善，若无灰心时到，就通收成。所以无论什么时阵，着把握机会对众人做好事，特别是对信仰诚侪一家的人。咱做任何好事着会事，咱着爱坚持落去。另外，伫即个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30讲，毋过兄弟姊妹，做好事毋通上善。圣经勉励咱若做任何好搁着的事，咱着信靠主上帝的施恩、帮赞、扶持，做着着。无拄拄是一定要得到人的呵乐肯定，也是帮忙，较主要是出于使命感、甲信心、决心、耐心。咱尽力以外，其他就是交托予上帝，安尼就对。第二，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伫旧约中，咱会读到真侪经文的字句，在讲上主的慈爱续到永远。特别是诗篇136篇，用刻印的方式对答，每一节伫刻的后面拢用伊的慈爱永远存续做回应。所以，当咱咧看历代志下卷第6章到第7章，所文伊带领祭司利未人以及以色列全体人民伫咧举行圣殿落成献灯式的时，因伫敬拜俄勒的时，主要吟唱短歌，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以及只有干那搁较短，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会当连唱15日，袂夜袂sen。到底上主的慈爱续到永远是甚物呢？咱通参照诗篇136篇，这首诗伫以色列历史长落来中间，上主伫因每一个时代，伫每一个主要的事件中，上帝对因的带领、看顾、保守、管教等等，对这显出上帝的慈爱，也表明上帝的信息永远不变。毋管伫过去、伫现在，还是伫将来，上帝永永远远是慈爱的上帝。对咱来讲，咱也着孝念甲孝顺上主对咱的慈爱，对咱一切的丰盛恩典。约翰福音第1章14节，正讲咱的主耶稣道成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再讲对伊的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加恩。因为咱的主是丰盛的恩典，咱若甲耶稣有生命的连结，信靠耶稣就通对主领受丰盛，搁有剩恩上加恩的性命。因为圣殿是有标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以马内利同在。咱若踮伫主，就亲像踮伫上帝的圣殿。咱若亲近主，主也要亲近咱，伊的慈爱也续到永远。第三，伫遮咧讲到着为政者的职责，就是疼上主、护国利民。当咱咧读历代志下卷第8章
遮主要伫讲朔文王在位的时，伫任内所做主要的政绩。除了去圣殿甲王宫以外，伊有修建希兰王予伊的城。这个城有可能是早前朔文甲希兰王合作的时，朔文予希兰王的底下的城。希兰王嫌歹，后来朔文赎回，搁做开发这个城镇。另外，朔文为着强化军事，伊有修建甲起造几个伫长隆市上界先进战车战马也囤积军用品的城。伊伫国内也有做一寡新的建设。对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捌受境内的遮个迦南民族威胁。毋过到伫朔文的时代，已经将因完全平复，互因诚侪苦工劳役。埃及公主伊互伊住伫另外起的王宫，免你干犯律法的洁净礼。伫宗教信仰上，朔文王也互圣殿伫当时着献什物款的祭，只要是献祭，祭司利未人也互因照办厝来服侍。搁朔文也展开海上贸易开创以前毋捌有新的经济冒险模式，也带来丰富的利益。总结伫遮个所罗门的政绩，咱通分做三大类，也就是疼上帝，包括圣殿甲献祭敬拜的服侍等。第二，富国就是做国防的，搁有建设外交。外交咱通看到上界主要有带埃及公主做某，强化甲埃及政治联姻的关系。第三是利民，互以色列的人民会当安享太平盛世，繁荣富足。对遮咱来看，当咱咧检视当今台湾的政治，咱台湾目前毋是基督教国家，所以政府甲政治人物无拄拄会疼上帝。毋过，疼国家甲疼人民，怎样会当富国利民，这应该是基本的共识。所以，咱对遐个弱化国防、国安、国力，搁乱输删除民生、社会福利、照顾弱势等等遮个政客，确实咱毋但爱谴责，而且爱罢免，来换搁较适当的人来做。朔文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人民的爱戴，因为伊有疼上帝，也疼国家甲疼人民，也愿至善的上主施落伊的慈爱，煞到永远。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主日会当来到伫你施恩的宝座前来亲近你，来服侍你、学乐你，因为你是至善，你对阮所施落的慈爱，煞到伫永远。伫过去，你怎样看顾伫阮的即个先祖？伫现在，你也看顾伫阮，阮也确信你也会看顾伫阮的子孙后代。阮嘛感谢主，阮伫即个新的一年，伫你的疼痛的中间，搁通对伫圣经来学习，阮着爱怎样来敬畏主，也怎样疼惜阮的国家甲阮的同胞。阮献上祈祷祈所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